家己一个查甫人又无工课，佮讨无钱，甲老母杀死。新北嘛有一个不满因老母甲管，放火烧家己的老母家子。民众党今日对蔡碧如是台中市府顾问，敢是要选党主席？蔡碧如是表示，若是无人出来选，伊愿意来担。国家人权博物馆战后纪念政策甲人权议题特别展览，望互民众了解咱的武器传承嘛需要转型正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家己的一个查甫人，因为无工课，大概拢要甲因老母来讨钱，若是讨无就动手。顶个月甲老母来冤家，就甲老母抱起来摔伫涂骹，甲摔死。新北嘛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不满因老母甲管，涉嫌放火，害家己老母烧重伤来送医。伫车路姓曾的查甫人为后边抱起妈妈重伤，妈妈送医抢救10天，也是救无倒来。代志发生伫11月底，亲友不满姓曾的查甫人受过残忍，也控诉长期无头路，干系向老母讨钱，讨无钱就拍人，佮将妈妈锁伫门外，害规暝困伫门下口，即马法院裁定羁押。那边就是要看他钱拿不到，就把他赶出去，然后就跑上去摔他，然后就直接转身就走是。不知道过多久，然后路人发现才报警的。这查甫人为2月到11月初有过3摆肉糜，或者是想要拍老母，互警方通报家防，所以因为唔甘后生面对处罚，最后心软。再去跑走，我要甲报案，叫教育嘛讲伊无来啊，我等来啊，我要安怎？嘉义市表示，这几年家暴通报状况常常看到亲属之间暴力，尤其65岁以上受暴人数占全市7成。老大人常常因为面子，或者是唔甘是接受法律制裁，选择无通报，或者是无申请保护令。后必局一直出现社政单位建议出面隔壁热情通报，或检证社政定期方式。我们警政跟社政人员如果知道了这些情势，我们也会依相关的一个风险因子来做评估。那适当的时候也会进行依职权来进行保护令的一个申请。新北这边提2场透早火灾，厝边破窗救人，监视器记录到警车到位时阵已经被少厝边关心。53岁怀孕人全身50%受伤，10个后生也砸伤，原因疑似是后生不满妈妈管教伤过严，伫厝内放火。我就赶快上楼看有没有人受伤，就有一个就是那个底已经昏倒了，然后就赶快又下来叫警察。在现场，楼梯间也有火烧过痕迹，警方调查认定后生涉嫌重大，以涉嫌公共危险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南区一个63岁查甫人，骑机车经过国公路甲双兴路口时，可能是为着要超车，弄来弄去，结果去弄到另外一台机车，家己煞出去，拄好去予后壁一台要入站的公车肇事。这详细原因，搁来调查。行车记录器翕到2台机车正驶伫慢车道，这时阵公车正要来靠站，其中一台机车有骑较慢，不过另外一个骑车的人敢若无注意到，2台机车先是发生相撞，结果其中一个弄半倒的骑机车人却是予公车碍过。代志是发生第23早起7点外，当时63岁这姓林骑车的人骑机车沿国公路由南往北行，却是伫双兴路口时，敢若要超车，甲这姓蔡骑车的查某人相撞，跋倒伫涂骹。不过这时阵，疏忽即要靠站的公车甲碍过，造成伊不幸当场死亡。碰撞后，林男所骑乘的不重机倒地，遭左侧的公车碾压，造成林男死亡。蔡女部分则右手臂擦伤。2台机车碰撞，然后倒向我们后轮这里司机他是左侧是没有问题啊。警方初步排除客运的司机甲这姓蔡的查某人有啉酒赛车，不幸死亡这姓林的民众也抽血检验，造成事故原因也会调查。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所有发生车祸甲当地的基慢车道设计不好有关系。那个桥下的空间，它应该是路肩，可是它那个现场可能把它画成10公分宽的白线。然后变成一个设计很糟糕的骑慢车道，这样它会这样跟桥上有连结嘛？可是问题是，可是你桥上这样下去，那个位置又不准，其实又不应该行车，
那可是桥上的那个位置又是急慢车道，我们就是那个设计的时候都莫名其妙就会把摩托车导到那个大型车道到路边去。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当地交通标线有重新的威胁，也若事故地点进前的桥顶有3条车道，严过架桥了后，却是向变真歪，甚至上外边的车道无清楚，设计无好，造成基慢车动线真混乱，加上还有公车的车牌啊，造成交通风险增加。建议应该重新来检讨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出名的电动天堂甲三国军营端，即马网络顶嘛有人专门咧卖假货。这警察即马有查到2人，先买这中国的假游戏，佮加10倍价销，放伫咧网络卖人。佮讲无论什么款的电动，因拢有法度甲你创来，这侵权是超过3亿，专案是依照违反著作权法甲商标法依上法办。电脑你可以警方摕钞票过来，要看后台的数据，扣的随身碟加起来有200多个，大多数拢有资料。有耍游戏的软体嘛有听歌的歌曲，这拢要出货啊，但是因的来源说真有问题。跟大陆的软体业者来购买，并不是同样的跟台湾的原版软体一样，而是盗取了台湾经典游戏的美术著作、人物设定以及游戏内容，来做成高仿的游戏，并打上了游戏的商标以及它的名称。涉案的2个查甫人伫新北市红岭，伊嘛拢伫网络卖这物件，卖盗版的软体，有3个军营转和天堂这游戏。经过警方的清查，有62万编列档案，5000多条音乐，拢总涉及不法，侵权的期待是超过3亿200多万。其中一间受害公司游戏干嘛发声明回应讲，因是天堂伫台湾唯一一间代理经销商，而且长期拢有针对非法软体做查缉和处理。对电商平台拍关键字，嘛是阁有盗版的游戏在持续经营。警方调查，警方敢若开几百块的代票，就对中国淘宝这平台买着盗版的游戏定息买，和正版的违法和操作看起来拢差不多，拢是单机的版本，市面已经无得卖，来到虾皮以要1000块来卖。超过行情的介绍，就是因为会当照需求大幅调整落保率，嘛开放予客户下愿提供各种侵权游戏，赚到的不法得利，警方初购超过300万。创作结果呈现出一个同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是游戏的玩法是雷同，这样子就那种游戏的玩法或者是创作的画面，也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方法之一。大条的法律红线就是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律师分析，就算盗版的游戏并是破解正版来的，但是过来是采取创作保护主义，作品一完成都有著作权，这种抄袭的行为已经涉及侵权。另外，在台湾的嫌犯负责转卖散布，同款嘛涉及刑责。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年底耶诞节要到啊，真侪人拢会交换礼物，嘛要注意网络诈骗。有诈骗集团假做是消费者去骗卖物件的人，公布发布注文。这诈骗集团就提供你汇券的这网址，骗卖物件的人甲点落去，乌龙西道这受害者转900万去啊，才发现互人骗去。警方提前卖货，做好嫌犯骗去，赶紧换所在查缉。被抓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替诈骗集团提钱。惊讲警方卫生部署，所以临时换面交的地点，不过也是有警方发现。以投资跨境网络商店名义，利用虚拟货币投资，报案人见有获利，想要提领现金，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认证才能出金，发觉遭到诈骗。诈骗案件真多，互大家心内拢惊惊。有一寡不法组织是派车手来提钱，有的是伫咧线上就把钱汇走，骗被害人的钱。一寡对话讲到被骗的过程，有人要卖物件，伫咧 FB 的卖场卖一寡录影用的充气床，也人卖电脑荧幕，拢是一寡旧货要转卖，赚一寡所费。也过有诈骗集团惊要买，一步一步骗卖人先汇款。会声称，他卖场的他未签署金流服务协议啊，或是托运条款等等，那要求呢，他点选这个假卖家提供的连结网址。一寡惊要买的人讲一大堆，就是一直拢无落单。甲被害人讲，因找汇运公司要求伊点连结签托运的条款，就伫这个时阵换假银行客户服务人员来骗，讲若要认证，就要先扣款了会退钱。其中一个卖的人4点钟过来转29笔，损失109万；另外一个是转17笔，互伊骗108万。
到到钱不够的，才发现无啥对。我可能会去翻一下以前的，就是那些信誉积分还是什么的。如果真的 OK， 我就会相信他。我都已经其实都有各自都已经交给平台端了，那我还要再给你干嘛？就想就是诈骗啊！假买物件骗买人，这种诈骗的手法，伫咧官方的每个通报内面拢是前5名，日有55件，超过412万。怎么圣诞节要到话，佮拄到购买的旺季，伫网络上任何买卖也是要特别注意，千万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刑事局调查，有查到德联邦民营会婚姻分会一个查甫人，涉嫌招一寡还未成年的囡仔加入暴力特效，拢总有掠到11个人，其中有5个人是还未满18岁，全是依照妨害自由、伤害、恐吓罪来移送法办。大批警方严惩总入去嫌犯的主体掠人，到厝内发现主嫌已经浪港，随走去楼尾顶敲锤，掠到密伫露台的嫌犯。好，来，起来！来，最后一个。警方敲出大批武器，也有重量5.51公克的2级毒品大麻，一概将11人拢抓起来。刑事局中打接到chứng据，有帮派分子伫咧婚林吸收在地人，对被害者暴力讨笑。其中5个被害者因为祭母也是小姐喙等小可代志，嫌犯就闹人甲因拍。动辄因系故纠纷，率众对无辜被害人施以暴力犯行。其中有5名被害人分别遭赖贤等人以催讨债务或口角纠纷为由，持械殴打、致伤及毁损车辆。警方表示，涉案的查甫人是德联邦民营会的婚姻分会的干部，为着要扩大家己的势力，吸收听学的少年人行歹路，带转去的11个人有5个是未成年。这些成员有一半以上是93到95年次，犯案的时间有些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大多都是没有在就学期间。警方侦讯了后，专案以刑法妨害自由、伤害、恐吓，也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检方侦办。检方核实了后，处分涉案的查甫人5万块交保，其他成员分别处分3万块，限制自机，也有撤回。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6月甲7月，有2个查甫人伫咧桃园机场的禁航区飞无人机，影响到机场的飞人机起降，往依照民航法甲刑法来起诉。不过，法院是认为讲无法度证明讲这2人是用强迫的方式危害到飞行安全，所以甲判无罪。警方是表示会阁继续上诉。在店内敲碎无人机清查飞行记录。去年6月到7月之间，台中细年甲细黄的2个查甫人被查到真侪摆无申请得到民航局同意之下，在禁航区操作飞行无人机，结果地司机场暂停飞人机起降，互检方提起公诉，电刑判2人无罪，应上诉。并无证据足证被告以强暴、胁迫或其他类似方法危害飞航安全，仅属同法第118条之1第1项之行政处罚范畴，应预知被告无罪。本案仍可上诉。桃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2个查甫人承认客观事实经过，毋过否认有危害飞行安全的犯行。被告律师主张，细年的查甫人因为是替建商拍广告，才操作无人机，主管点员无存在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影响飞行安全甲机场安宁之故意，电意认同。不可讳言的，这个判决会成为未来的判例，那么可能会导致于更多的无人机玩家去挑战公权力。地检表示，这案件严重危害飞行安全，受到法院判决书了后，会阁上诉。针对这案件加速判例是不是影响无人机伫机场附近的管理，学者表示，问题是伫法官对刑法甲民航法101条适用范围，甲场站甲检察官有无共款的见解，认为应照民航法用行政罚款对使，或者是应参考国外处置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政府1946年开始推行国语文运动，这就是造成咱的母语渐渐失传上主要原因。国家人权博物馆这届特别展出咱台湾日本时代甲威权时代2届国语政策所留落来文物，让民众会当了解到语言无平权，咱的母语传承嘛真需要有转型正义。台湾母语是行迄坎坷的路。
伫台顶表演台语念歌的是台文作家，嘛是台语文运动推行者张地邦，用念歌唱出武器，互人打压的过程。伊讲，伫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强逼咱讲日语；到威权时代，国民政府阁强逼咱讲华语。如今咱台湾的武语台语面对着失传的危机，需要大家斗阵来复正。啊，你无钱，像阮迄阵出产者，阮无钱通发，就是有老师讲，啊挂牌啊，安尼啊。就是你会感觉讲先啊，先怎？你大汉起来，你想我先啊，我讲这话，我会互你爱互发钱。真少听这出歌戏，毋是台语配音，是华语。就连小学生写功课的桌仔顶面嘛印大大的中国地图。白是恐怖的受难者洪武雄，伊是一位退休的警察。伊讲，迄当时国民政府来台湾，大家伫咧警察局开会，拢干那会当讲华语，私底下才会当讲台语。那你讲的袂当讲台语啦，讲台语都伫咧办公室拢讲国语啦，拢讲北京话啦。啊，台语是咱私下话，咱私下咧讲的时候，咱比同事要出去佚佗，讲来倒佚佗，啊，再讲安尼。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台语找倒转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战后纪元政策甲人权议题的展览，内面记录着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两届国语运动的文物。战后的纪元政策控制着咱台湾人的喙齿，国家人权博物馆希望透过展览，互民众进一步来思考纪元传承的规矩，去意识到纪元无平权，武器要继续传承嘛。需要有转型的正义。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华高中对3年前开始举办人权过系列活动，唔有电影展览，嘛有讲座。今年佮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搬台语出，到合作暗岛，望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上好拢莫听到，莫听到拢唔知，安尼这是一个好百姓，才会当平安过日子。改编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台语戏出《暗岛》，今年上尾站伫中华高中举办公益演出。故事主角是一位失去记忆的家友，要找找过去的家己，才发现一段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故事。大家反应都做热烈的，而且呢，到戏的最后流目屎的啦，啊，个感动的来观众做侪，这是阮进前嘛料想袂到的。即摆较侪少年朋友吼，真甘心，因会当用因新的角度探讨，吼，咱规个台湾历史的过程。这出暗岛的公益演出是中华高中人权月的系列活动之一。除了邀请社区民众做伙来看戏，嘛互学生囡仔参与演出，来感受台湾争取人权平等的过程。之前人们在追求民主自觉的时候呢，套用在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这方面呢，我们都在努力的去争取更完善的自治体系。我读到足侪甲较早台湾228事件，啊，还有迫害人权的一个社会问题，去了解较早的历史，啊嘛深思未来爱安怎做，才能保障咱的人权。人权教育是咱当代重大的议题，提供各个机会，互伊去接触伊的更加来重视，要来关怀这个土地。学校表示，因为3年前开始举办人权月的系列活动，办过册展、影展、讲座侪方式，互学生接触性别、司法、劳工这人权议题。学校今年特别邀请剧团来演出，望用多元的方式来推动人权教育。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的这历史建筑林家市民堂，原本是在地士绅林权敏回报社会出钱替城隍庙起的一个戏台，后来是因为这车路被分垮，才把戏台拆掉，改做主体。即摆经过3年修复，按算明年1月就当完工，3月就要让开放予民众来参观。工作人员认真咧进行彩绘修复工程，不管是壁画、娘条的插工，也是林子卡的吊档。拢还是开互原来熄水了后，才搁豆豆来补色。修复团队讲，安尼较开时间，但是修复的效果较自然。一般来讲吼，小少本少做起古迹吼，会使互你看起无垃圾，
啊，毋过嘛无歹去的所在，啊，毋过看起来就是旧旧，足自然的情形。这间厝的正身伫1920年是家己新皇庙的戏台，到1940年才改建做主体，所以伫建筑彩绘当中会当看到日本时代的风格。家己市文化局表示，彩绘修复暗算明年初完工，3月就会来开放展览。来甲临甲以及甲咱家己市相关的历史，透过展览的方式，提供咱市民会当更加了解咱家己过去的高人林宽民先生因这个家族以及咱家己市过往的这个历史。较特别所在就是阮戏台变做民宅，有大正时代、戏台时期的彩绘，啊嘛有咱昭和时代杨子真有咱长山师傅来台湾画彩绘。修复团队表示，因伫修复的过程有发现这间厝有2个日本时代的彩绘技术，嘛伪装到变做主体的建筑风格，所以因坚持用古法来保留具体彩绘的色水，希望让这间超过100年的老厝会当搁展现伊特殊的建筑工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的纽约一个查甫人，讲伫咧地铁的车厢挑工用赖达去点一个查某人的衫角，最后佫甲烧死。警方是接到报案，8点钟内随掠着人。美国纽约市警方掠这查甫人，当地时间2日早起7点半左右，最济同一帮 F 线地铁坐到尾站的女乘客犯残酷的放火案。As the train pulled into the station, the suspect calmly walked up to the victim, who was in a seated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subway car. The suspect used what we believe to be a lighter to ignite the victim's clothing, which became fully engulf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车站内底巡逻警方赶到现场，看到一个人徛在车厢内底专心导火，使用灭火器拍发火势，受害者依然不幸当场死亡。Unbeknownst to the officers who responded, the suspect had stayed on the scene and was seated on a bench on the platform just outside the train car. And the body-worn cameras on the responding officers produced a very clear, detailed look at the killer. 警方迄一天下晡公布嫌犯影像，3个高中生伫另外一个地铁顶悬认出伊，而且报警。当局伫案发了后，差不多8点钟将伊掠到。警方本来认为案发时阵有人伫车厢内底困，不过即马家庭认定伊是无振动。纽约市警局运输局长古洛塔讲，放火进前2人无任何互动，警方无认为因是熟悉。目前将这案件看作是凶杀案进行调查，凶手是伫2018年为瓜地马拉移民到美国。详细新闻还未公布，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南美洲的巴西礼拜一只小飞轮机失事，摔伫咧市中心，顶悬10个人是全部死亡，佮造成市内17个人受伤。也毋那一件，同一天的下晡，佮再传出有一条桥嘛崩起，有一台载硫酸的货车摔落去溪底，尚无1个人死亡。日下晡，巴西托坎廷斯河顶悬的一条桥忽然间断去，桥顶的车一个当中落入去河内面。目前当地官方初步证实至少1个人死亡，1个人获救起来。但是估计这场意外至少牵涉到11个人，其他的人是啥物状况，还会确认。搜救人员的作业目前是封闭咧暂停，原因就是有一台落入去河内面的造罐车，内面装一大堆硫酸，恐惊已经漏泄，互搜救工作变更较危险，后壁可能还有污染的问题。第讲一天更较早的时阵，一台世代飞轮机落伫巴西西南部城市格拉马多市中心的商业区。Primeiro barulho, o barulho que era muito vidro quebrando, eu achei que era algum móvel que caiu com muito vidro, mas na hora que a gente viu o clarão vindo do banheiro, meu marido abriu a janela e viu tudo vermelho aqui fora, aí ele falou, é fogo, vamos correr. Foi na hora do desespero que a gente só... 这台世代飞轮机的机型是派博 PS-1000双发动机，礼拜早起9点对附近的卡内拉机场起飞，暗上要飞去圣保罗州，但是伊所弄到一栋厝的烟囊库，所落来佮弄入去其他的厝内，造成这个建筑是严重毁损，而且弄遮大力，造成一大堆碎片，嘛去喷到附近的旅馆。巴西国家民防局讲，这架飞轮机是驾驶伊家己的，9位乘客拢总是驾驶的亲人，一家伙10个人已经拢总过往，地面上嘛有17个民众受伤，其中2个人状况是真危急，造成事故的原因目前搁在调查。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我过来看德国的马德堡市，拜五一个50岁精神科医生赛车超工弄入去耶诞上顶的人田内底，嘛造成5个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嫌犯是来自沙烏地移民，定定拢伫网络顶发表反伊斯兰的言论。正这沙烏地政府就甲德国来警告这个人，不过却无得到重视。德国东部马德堡的耶诞市集，拜五发生车冲撞人群的代志了后，在悲伤气氛当中，虽然警方加强戒备，世界人也是来来去去，暗过部分店头无营业。这教堂外口真侪人献花或者是点蜡烛表达哀悼，也有人忍袂住七八载。警方调查发现，患者5死200外伤惨叫主嫌是一个已经移民德国18年、为沙烏地来的精神科医师塔利布。伊在2016年提到公民权，定定在上分网站发表反伊斯兰言论。At this point, we can say for sure that the perpetrator was evidently Islamophobic, and we can confirm that. 塔利布讲，家己是放弃伊斯兰信仰，遭到迫害的前穆斯林。伊认为只有亲像安尼这种背景的人有寻求庇护的合法条件。不过，德国前总理梅克尔说，受伤伤过侪伊斯兰难民，伊也对家己伫德国遭到无公平对待感觉不满，讲要复仇。I can say this much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rpetrator. As things stand at the moment, it looks as if the background to the crime could have been disgruntlement with the way Saudi Arabian refugees are treated in Germany. But what exactly was behind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事实上，针对塔利布的这个言行，沙烏地情報單位早伫1年前已經對德國當局發出警告，不過無受到重視。反恐專家批評德國安全螺絲鬆去。It's very clear that the various layers of security protections in Germany had some holes in it, and like slices of Swiss cheese, these holes aligned to allow for this very horrible attack. So you had this warning from Saudi Arabia, but you also had warnings domestically in Germany from people who knew him to the police that he is getting quite weird. 塔利布也讲，家己是机构派政党，认为三只党的支持者，伊是移民、高反移民的背景，引起真侪讨论。这恐慌多是德国小资政府瓦解，要伫明年1月底提早国会大选。专家认为，移民议题会将做关键议题，引起群众抗争反移民机构派，真可能会安尼更加重大。公司新闻站回应报道。边若是当着万圣节甲耶诞节这个大日子，这秘鲁的警察就变装打扮去抓人。这届警察伫一场耶诞派对内底抓到3个吸毒的嫌犯。美国囡仔节作家苏斯博士所创作的规身躯拢亮满的鬼精灵，穿圣诞老人衫，突然间出现伫个秘鲁首都利马的路的，手内一个举一支大钢梯啊，一直讲这间灵体大门。门展开了，内面的毒贩当场被抓，一个抢出毒品加现金。Pasó desapercibido la presencia de Grinch, fue el que inició el operativo, rompiendo la puerta de acceso y bajo la figura de flagrancia logramos capturar a estas 3 vendedoras de drogas que hoy día serán puestos a disposición de la autoridad judicial competente. 规定前这个角色伫个囡仔册内面是一个专门偷摕别人圣诞礼物的正义的角色。这边警方用这个身份做暗号，这项秘密行动，因为装扮成做鬼精灵的警察是来自国家警察特色中队，是特别行动部门。进前因也捌装扮成做超级英雄，也个恐怖电影内面的角色。用这种身份去抓人时阵，嫌犯定定就是讲因是真个变笑的，所以较无防范的心。等到发现因是警察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当场被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讲到即马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因为金华城案羁押禁见，风声讲准备要死。即马民众党的前立委蔡碧如被表明讲，已经辞掉台中市府的顾问工作，决定要选中央委员。敢是为着选党主席？蔡碧如是强调，若是黄国昌要出来，伊绝对会支持；若是无人出来，伊愿意来担。柯主席据说啦，他们说这礼拜那个检调要起诉，所以我才会想说，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挺身而出？
呼吁民众党攻击，即应该团结一致。现届台中市政顾问的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要向台中市长罗秀燕请示来参选党中央委员，甚至无排除争取民众党代理党主席。党内人士表示尊重，不过认为这阵重点应该是要全力慰留郭文铁。目前党内的步骤是选中央委员嘛？那至于是不是要选党主席，我想这可能暂时先保留。这时阵来讲这，我们会撕裂啦，绝对不是碧如姐的本意啦。你哪有可能安尼做啊？如果真的这样做，我真正无度接受哦。因为强化城这案件，郭文铁因为伫规划，依照民众党党章规定，党主席请示也是因故无度执行这款时，由中央委员互推一人代理，所以明年1月19选出中央委员就具有代理党主席的资格。民众党也设有当年中央委员，名单包含党主席郭文铁，另外党团3长毋过抢顶，要台北市议会党团总调张志豪等人，只是对着郭主席的辞职批，秘书长周鲁修讲，到这阵也未收到。目前并没有收到相关的信件。这一刻，因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如何因应起诉后的状况，然后这个全力把柯 P 这个拉出来。我们很清楚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追杀、政治迫害，因为司法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会力挺柯文哲到底。我们认为他应该会从善如流，爱我们这个党，他会接受我们的慰留。全党强力慰留，周鲁秀也强调，若郭文铁遭到起诉的，依据党章看情节处理，并且评估起诉书的内容，只要由民众党中评会做出独立判定。记者宋华报道。咱讲到立法院3读通过再违法的修正案，要调整各县市税金收入的分配，中央爱加拨3000几亿出来给地方政府。行政院嘛讲，钱若是拨给地方，这中央的业务嘛应该交给地方来家己办。另外，一方面新法公告实施，这明年度中央总预算嘛恐惊爱全部停编。仓促的修法情况下，它是贸然的改变现有的财政次序，是另外一个分配不均的开始。立法议会20日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3读通过财政收支违分法修正案。行政院经由记者会点出详细争议，认为新法伫水平分配之下扩大城乡差距，随地分配也严重弱化中央财政，冲击施政能力。部分的地方政府，它所获配的财源会超出它的税出所需要的。换言之，地方政府完全不需要去自筹财源，只要中央的挹注财源，它就足以指引它的一个支出，那么造成中央跟地方财政的一个不平衡。钱应该随着市权来移转，所以中央所承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业务，包括老农津贴、劳健保、省立学校、省立医院等，将近1000多亿的这个部也应该要回归各地方。财政部长曾翠云讲，今年已经2摆甲各地方政府来沟通，敢若剩3个分配指标等待协商。为着慎重考虑宽档这细节，政院才无伫短时间内底提出修法版本。若若修法了后，中央每年收入减少，主计总处讲，像是国防、劳保、生活区道路补助、捷运建设计划等拢会受到影响。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讲，烦恼相关工程的拖延。很多县市的这个铁路的高架化，还有捷运的建设，都需要中央很多的这个经费的挹注。因若新法伫公告了后3天生效，行政院讲真有可能冲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是不是需要重新来编列？传出民进党可能会经由总统来公布，行政院长来副署这手段反制，和国民党批评危险。是要用行政权、司法权瘫痪国会，让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完全无法运作，实质要架空国会。借援国会吗？用立法院来瘫痪你的行政权，这些毁宪乱政的做法里面，我们相信，府院会有相关的因作为。对于再违法，国民党、民进党继续交手，行政院是不是提出合议？正义发言人李慧芝强调，一定会以合法、合乎民主的方式来提出救济。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有出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保三有望，不过重点也是来看美国的关税到底要扣到偌悬。因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连续4年拢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这物价起的状况，恐惊暂时也无通解决。
关注界和一寡民众是用税厝代替买厝，不过中间预测讲，明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连续4档突破2%的通膨警戒线，达到2.02%。根据了解，消费者物价指数内面的储税指数是一直起嚟，11个月起伏都有2.66%这高。房屋上涨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在政府的那个住房补贴能够也帮我们去做调整？根据中经院的调查，在最近3档内，敢若17.1的厝卡有申请租金补贴，无申请的厝卡有35.3%租价无符合。另外，嘛有要2成7的人是烦恼申请了后会互起厝税。在厝住的部分，最近3年有24.3%的厝住起厝税，平均的年厝税起伏是2.02%。调起的原因包括有7成6的厝主是因为厝的维修成本变悬，阁有要3成7的人是因为房屋税率增加，阁有要2成的厝主是因为厝卡申请租金补贴。明年2档差不多3成的厝主计划起厝税，平均起伏是2.32%。我都很鼓励我所有的房客去申请租屋补助。对于我每次调整的1000块钱的话，他们都可以接受。CPI 的房租它上涨的幅度还是有可能会持续在往上走，想要让台湾的这个通膨下来，困难度是还蛮高的。中经院经济所表示讲，敢要放宽租金补贴的资格，关系到政府的支出增加，嘛有可能推升 CPI， 要严肃来考虑。另外，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3.1%，但是美国新政府上任了会有变数。在美国的关税的执行上面，到底会不会造成全球整个景气的衰退？台湾的整个 AI 应用还有软体供应链上面呢，这个角色呢到底是多还是少？那也是在未来在跟美国贸易这边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状态。中经院有记明年伫 AI 应用，亲像无人机、机器人拢会发展甲真兴。另外，明年大股因为目前已经是关点，起跌幅度比今年细，加上无确定悬，资金流动紧，要伫个去趁钱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转做公司第一年按算会了120亿，不过今年这卖便当所赚的恐惊嘛是会可能创下新高。铁道协会就表示，代替的了钱，就是因为这车票优待负担受过重。好，交通部就要规划好势，那么这了解问题永远都未解决。早起9点半，60块的排骨便当已经拢卖了啊！100块有肉有菜排骨便当卖了真好。不是吃饭时间，也有真侪人排队要买。我买6个。哦，觉得他们便当是好吃，好吃。它还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更好吃。就是我们如果有出去旅行就会买，对，一定会来。对，就怀旧的感觉。台铁便当伫咧2024年开发真侪新的口味，销售金额也创历史新高，超过疫情进前的7.48亿。不过伫咧运输补贴一直了的情形下，全年实际亏损的数字可能会到120亿，比去年的117亿还佫较侪。董事长杜比讲，公司化挂牌营运了，增加真侪必要支出，也有车伫咧大估了的费用因素。未来伫咧资产开发收入增加了，有机会伫2026年现金流的损益会当拍平。如果台铁在这件事情上，它有被政府认为说有一个债务问题的时候，那是不是在政策补贴的这些办法跟政策上面，应该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产业工会讲，公司化一开始是为着安全，不过若未来公司的收益拢寄望伫咧资产的开发，恐惊是忽略运输本业的亏损。铁道协会也讲，票价关系到运输本业长久稳定的经营，另外也考虑个人化社会优待票的补贴，就要由政府来吸收。定价的调整。亏损就是那个社福预算，班票补贴的裁员的挹注，这2个会是重点的核心。台铁伫今年9月董事会第一遍讨论票价要调起的代志，但是被退回，到即马拢无再再讨论。交通部长陈世凯伫最近定调讲，台铁票价到2025年春节进前是袂变动，伫咧春节过了会密切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对顶礼拜5到礼拜举办国际音乐节，有工读生就指控讲，本地客户是签3天，却临时予人抬时数袂当做，也有一寡卖票活动是向改做是公开活动，引起消费者不满。
表演者热情表演伫台卡林调率真冷清。这场伫高雄举办的音乐节活动有公读生指控，签订3天劳动契约，说因为人调无如预期，缩减掉上班的时间，甚至第3天奉要求唔免上班，错过影响48人。说让我们做满3天，然后每小时200，然后做9个小时，所以我们第1天其实就已经少领200块了。第2天下班回到家了之后，他们直接在群组单方面的跟我们说啊，直接取消我们第3天的所有的工作。这会违反劳基法第22条第2项的规定，可处雇主2万至100万元的罚款。因电视新资料证明时间金额拢改过，最后1天甚至未调。市府劳工局表示，这涉嫌违反着劳基法，但是主办单位讲，正在是委托高雄厂商找热心的工读生，无要求一届3天拢爱到，薪资嘛拢有付。我们公司其实没有跟工读生直接签订所谓的劳工契约，我们当初透过高雄当地的厂商协助我们去找工读生进来。这场音乐节连续办3天，官网售票，3天票上悬将近2万块，单日票嘛将近3000，所以人调无如预期。主办单位紧急伫21号宣布，活动最后1天发票第当入场，嘛互一部分买票的民众非常不满。有花钱购买票第3天可以进去，没购买票的也可以进去，所以他至少要处理第3天的退费的问题。主办单位表示会退第3天的票价，若是买3天票，就会退1/3。除了官网嘛，伫活动会场外口提前来通知。市府回应，若消费者有疑虑会当申诉，伊嘛会通知业者来说明。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根据医界文献，上生啊，若毋是做一届生出来，中有人的，尤其是人超过1天以上的，因为可能有感染的风险，这成功生出来机会是无到1/1000。不过，国内即卖记录，上生是有人甲111天才生出来，咱做伙来看卖。这查甫婴目前2个月大，体重就要超过5公斤。这是40岁关小生后生，原本以为是双生啊，伫19礼拜左右向大量破水，紧急到医安体。不过，第一个伫20礼拜自然生出来无保掉咧，为保住第2个，医疗团队用强效抗生素加白子姜头治疗。管律师带院在床3礼拜安体情形稳定落来才转去，后小照机场来产检，顺利伫将近36礼拜生第2个，无惊平安。出来后，它的脐带根是要塞回我的子宫，所以也有感染的风险在，所以其实存在很多的高风险情况下，就是忐忑不安，但是就是还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不能下床，很痛苦，要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医生指出，上生是早产高危险群，也是拄着早产，2个囡仔拢会斗阵生出来，计24点钟以上才生第2个，状况真罕见。伊学生叫做上生因伫间隔生产，成功率无到1/1，因为早产定有潜在性子宫腔感染，加生第1个了后，子宫头拍开，这拢是较歹将第2个保掉的原因。已经破水的状况的早产的状况，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感染的风险。A 宝出生的状况一定是有子宫收缩的情形，所以在一个挤压的状况之下，其实 B 宝被挤压出来的风险也是相当高的。子宫尽量减少收缩，那有机会把它的出口给缝起来，保住 B 宝。医师指出，这班成功安体111天是目前国内已经知上久。根据国健署统计，目前早产发生率已经到10.8%。分析原因可能是子宫婴上生的比例增加，加妈妈固定化这因素。医生提醒，若拄到出血强速、破水这早产的现象，要赶紧去有早产儿急救能力的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26号风台拍布下晡已经结成，虽然这风台未直接扫来台湾，不过风台布的水气高，今仔甲明仔会上大雨。虽然今仔这冷气团有小可减弱，不过拜五还有一阵冷气团，这天气应该是一直寒到年底。台北市乌云真高，天气真无稳定，有当时还会向落雨。气象署表示，这甲台湾南海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关系。上近拜一暗时会乘做今年第26号风台配布。风台虽然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拜一拜二会替台湾带来大量的雨水。今天所影响的南方水汽的话，就是跟
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所带来的水汽有关。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今天其实雨区是比较广，明天的话，在西半部这边的降雨是有逐渐在趋缓的一个趋势。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一开始带着冷气团有慢慢减弱，圣诞节拜三迄天各地拢会回温，高温会恢复到24度至25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拜五阁有一波带着冷气团落南，预估一路会寒到12月底。下一波冷空气是从26号开始影响，特别是27号之后又回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那我们预估在北台湾的温度大约是11到12度，其他地方是13到15度左右。刷落来，台湾会进入湿湿、搁冷冷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拜一伫新竹、苗栗、马祖地区拢有7到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民众，日夜温差真大，爱随时留意时大的新火更状况。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2024年阁剩无几天就要结束啊！台北101今年伫咧董事长贾永泽的面册顶悬公开跨年宴会影片预告，这是引起讨论。嘛有立委是针对贾永泽因翁仔某伫咧101点电话点恩爱，是感觉真无妥当。内角球，内滚地球，打不来，比赛结束了，中华队赢了。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上尾一局互全台湾的观众是紧紧看。报上的声音会中现伫台北101下年宴会表演。今年预告大成伫董事长贾永泽以个人的买奖也公开，不过甲永年来比，拢是开记者会正式宣告，嘛受到外界质疑。那怎么样可以让流量可以马上瞬间串起来？就是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别言我没放好，要么就跳海，要么就下台。家立委王世坚拍宣传的影片，贾永泽强调讲，这波宣传拢总敢若开1万块。今年宴会表演上精彩的所在，就是演过拢是5分钟，今年增加1分钟，而且还佫会加上光雕甲音乐。不过具体呈现台湾英雄的方式，也无要公开。贾永泽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立委对顶一日因翁仔某伫咧外场点顶做散开，也是有疑虑。贾董事长不宜啦，哦，好，这个不宜啦，因为你们怎么秀恩爱，在旁边的地方，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用那个的话，人家就会讲公器私用。贾永泽顶一日去日本，正是拜访101上大单一的股东，日商台湾议定中，传出对方有想要出脱持股，当咧甲特定的投资人直接。贾永泽回应讲，已经有掌握。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讲，特定的对象都是中国信徒。快闪日本是去找伊藤忠吗？当然是啊。那状况怎么样呢？你要说你刚刚都不知道，你也跑了一趟日本，怎么会都不知道呢？我所有的细节都知道，但是这个是不能够现在讲的啊。台北101宴会表演就要到啊。贾永泽强调讲，今年办宴会数量比演过较侪，嘛用台湾在地流行音乐，包括台湾上用，组织台湾在地力量，嘛希望天公伯啊，迄天会当好天，互宴会表演会当完美呈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复兴国中今年向教育部申请母语情境计划，甲西方的经典小王子改编做台语出，嘛伫咧学校演出，嘛去到教养院来公演。为这时代过一个快乐的耶诞节。是我咯，我有爱你，互你感受袂到，是我无好。囡仔当做小王子参玫瑰花灯角色，这出戏咧讨论爱到底是啥物。剧情内面通看到真侪无共爱的呈现方式，演员无论是眼神也是开口，拢真有班。这是台南复兴国中的学生，校方今年申请保语浸水式教学计划，全校12个见习老师带囡仔，甲经典作品《小王子》改编做台语剧，嘛到教养院展现成果，互时代感受过耶诞节的气氛。长辈们都很喜欢看表演，对，所以他们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伫内底就是恋爱王子，我摆练的时阵拢是练台语的，啊，我平常时无啥咧讲，啊，所以这个有一点仔困难。目前即摆的囡仔台语程度无讲足好，我希望因会使除了课堂以外，会使知影讲，台语运用伫其他的所在，咱会使演戏，有无共款的表演形式。为了呈现上好的演出效果，学生连续3个月密集练习。演出过程中，嘛安排互动活动，互因做伙唱经典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嘛斗阵凹纸做回灵机，向定甲小王子的梦想参希望传出去。另外，学生阁特别传物资，关乎教育年时代，互这个节日充满温暖甲意义。3个月前，阮就甲老师佮有同学们做伙来款物资，要来回馈这个社会，互阮的5家教养院。
阮嘛感觉足欣慰的，拄着家己老师，佮有足侪见识老师们。和平国中校长陈文在讲，透过这个活动，若互学生有开喙讲母语的机会，莫培养因关怀社会精神，期待未来通继续推广安尼的活动，互囡仔伫付出当中嘛学习成长。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伫咧花莲的黎明机构收容智能障碍甲自闭症的患者，若有规工照顾的教养院嘛有庇护工场，希望这些身心障碍者伫咧少年时有机会走入社会，食老嘛有安心立命的所在。黎明机构这47年来坚持的领导精神，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的肯定。牛奶棒，你好，妮妮，屁股查看看哦。唔惊青春骨力招风，黎明心脏庇护工场的老师带一群身心障碍囡仔来摆搭。伫花莲的黎明机构是专门照顾智能障碍者、自闭症患者的单位。因自1977年创立到今，已经行过47档。因希望智能障碍囡仔通有机会培养能力，参与社会。你会不会紧张？不会，会，真的喜欢跟人互动。像他们有一批是学生，他们是这边做啊，我们是负责他们做好的东西，我们拿出去销售这样子。庇护工场照因的个性甲兴趣分配工课，不过黎明机构嘛指出，这个囡仔甲因的亲人原来会老，尤其智能障碍者功能退化比一般人更较紧，生病老的议题是愈来愈重要。多半都是有多重障碍，所以他们的退化速度会比一般人还要快。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的动辅，或者是音乐舞蹈，或者是职能上面的一些辅助治疗，都很是希望帮助他们更多的刺激，延缓他们的老化。障碍程度有分轻重，无法度自立的黎明教育院会使协助安迪通过规工。像秀梅是细汉时发烧退袂落来，佮分娩1、2个月，影响到智能发展。今年已经50几岁，这几年伊的行动甲认知功能愈来愈退化。秀梅的阿母讲，当食老啊，顾甲真吃力。若是无教养院通安置查某囝，伊上烦恼的，就是有一天伊若先走，囡仔要安怎？大大迄车足济，伊嘛逐个直走。伊即落囡仔无一定讲会比咱大先走呢，无一定咱先走嘛，无一定啊。主要爱有一个寄托啦。黎明机构毋望请做服务对象的第二个厝，互因对少年到食老拢通有人陪伴甲支持，嘛帮助因的家庭减轻当头的压力。黎明机构9年坚持的人道精神，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慈善服务奖的肯定。因除了表示感谢，嘛希望社会通重视这个议题，给因支持，互黎明机构通久久长长，陪伴需要帮助的人，对黑暗当中行向天光的迄一日。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华联报道。根据统计，今年到11月为止，这婚礼的观光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人。北港朝天宫是943万人，上界多。为着要让游客来这方便行搭，政府要扩大引进公共铁马，上紧明年过年之前得当开放使用。民众坐高铁来到牛年出站，只要使用 QR code 扫描，就会当直接坐公共自行车来到邻近的景点行行。和游客和民众感觉真方便，有蛮多人使用的呀。对啊，有时候都会没有得起，脚踏车都会到，就是这个点到下个点都很方便。方便啊？怎么说？因为都有很多的点，那可以让我们停啊。为了促进观光效益和交通便利性，文管府去年8月份导入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系统，目前总共5乡镇141个点，每个月租借人次为7000人，成长到5万人次。现在将国增加4个乡镇的设置，弥补大众运输接驳不方便。是会在土库、水林、口湖跟北港4个乡镇再推出300辆的MOMO共享单车。好，那我们在明年的春节前会来把它设置完成。文管府表示，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1月份到11月，文林关的观光人次已经突破2000万，其中以北港朝天宫945万人次上济。现在中国设置4乡镇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点，希望会当让游客慢慢行入云林来耍。未来有其他乡镇有需求，卖评估纳入。记者向云林报道。
2024年已经来到上尾站，英国的大桥顶，有几千人伫咧冬季之间等看日出，呈现古老的仪式。也伫咧意大利罗马出名的特雷维水泉，要来重新开放，准备迎接明年天主教的千禧年。英国4500位民众伫冬节一天伫古桥顶庆祝日头晒，其中有不少人换穿古早服裝，重现古老传统。I'm here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 I'm here 4 times a year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s and equinoxes: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Today i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ones because we know, as a leap of faith, from today the sun will return. And the days will get longer, the nights will get shorter, and it's what we call the returning of the sun. 古桥顶的历史真悠久，上早则追溯到5000年前，伫冬节甲夏至这2天日头出来时阵，日头会拄啊好对特定的角度通过规座桥顶。专家推测，过去农业社会生活甲日头的运行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讲这建筑古桥顶标志立法的周期。为了保护古迹，古桥顶平常时要求游客袂使挖伤近，不过伫冬节甲夏至2天，官方会特别允许游客挖近，甚至摸这古桥，让人搁再体验甲自然合二为一。镜头转到意大利罗马，以巴洛克雕塑出名的观光景点特雷维喷泉，伫维修3个月了后，一礼拜日重新来开放。È una bellissima sensazione rivedere la fontana in queste condizioni. Prima con le strutture non era un bel vedere, diciamo. Adesso ce la godiamo al meglio che si può. 特雷维喷泉也是热门的下原池，听讲即要甲动身人移落去，未来会再转来到罗马，而且观光的成真。所以讲每天有超过1万人会来下原参观。罗马官方也收集这动身来救济圣家人。今年罗马进行大规模的古迹维修的计划，也是为着迎接明年罗马天主教的禧年。根据传统，即要伫今年到罗马来朝圣，就山下边一切罪过。官方预计，这活动会为罗马带来3200万名的旅客。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15度到21度，南部地区15度到20度，东部地区15度到21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安，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